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，昨来结束着南太平洋邦交国的访问，再去到中立寺主持春节典礼，5院的院长拢有到齐。蔡总统昨暝回到机场的时阵表示，伊即届出访过境美国的待遇得到改善，这嘛代表政府的努力，让台湾青年会当更加有自信，让世界看到。 现场会考行礼，总统蔡英文伫北京结束出访南太平洋友邦行程，青年节赶往中立寺向殉职的烈士致敬。念天地悠悠，日月同光。5院院长全部到齐，气氛庄严。蔡总统主持典礼。 这回出访，蔡总统过境美国夏威夷，那因的少将民防厅长请军方专程陪同，嘛透过视讯参与传统基金会伫华府开的研讨会，台美关系更加进一步。不仅是总统过境待遇的改善，更代表是因为是我们的努力，台湾的年轻人可以更有自信的被世界看到。蔡总统嘛认为这次海洋民主之路，名称有特别的意义，在太平洋上。 跟我们拥有相同理念的朋友，总是在各种的国际的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，给台湾最大的支持。拼外交不分年龄，也没有分颜色。蔡总统强调，我国是主权独立、民主自由的国家，有责任义务甲理念相近的朋友，为印太地区的繁荣、和平、稳定做出贡献。